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Man 啊。今日大埔雲福苑大火之後呢，重建同埋修復嘅路一直都行得好艱難嘅。咁最近啦，關於應唔應該幾時召開呢個特別業主大會嘅話題呢，喺屋苑內外呢都炒得沸沸騰騰。今日想同大家理性咁分析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先。首先啦，講句公道嘅說話，睇下現屆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入局咗之後做過啲咩先。雲福苑之前呢嘅賬目亂七八糟嘅，加上經歷完大火嘅殘局啦，留低超過80萬份堆積如山、極度混亂嘅文件啊！喺咁惡劣、咁複雜嘅情況之下呢，合安嘅律師同埋會計師團隊進場咗之後，不眠不休咁將呢啲咁混亂嘅賬目一一梳理清晰。最重要、最值得人心嘅係成功幫街坊呢爭取並且落實發還，總共高達1.27億元嘅大維修基金退款啊！咁喺6月10日開始啦，已經陸續有大批合資格嘅街坊呢，實實在在咁收到支票噶啦。如果唔係有合安呢班專業嘅團隊肯入場頂住啊，靠以前嗰啲管理不善嘅舊法團啊，呢筆錢幾時先至可以退還俾嗰啲街坊市民嗰啲袋裏邊呢？而合安用每個行動證明自己係實務派嚟嘅，做每一步呢都係幫業主解決燃眉之急啊！而相反啦，反而而家呢有一班業主聯署喺大會嘅限期死線之後呢瘋狂催逼，施壓要即刻開會，甚至批評合安凌駕法律，質疑呢政府又無動於衷啊，完全無視係背後實際操作嘅難度啊！而合安亦都喺琴日喺佢哋嘅網站以通告解釋交代啊，佢哋絕對係唔想拖延嘅，而家係積極籌備大會嘅過程當中，正面臨以下3大主要嘅實際困難啊！咁第一啦，就係業主身份嘅簽名核實啊，為確保聯署嘅合法性啦，合安已經向不少於5% 嘅聯署業主發出通知噶啦，要求提交呢個身份證明同埋簽名樣本進行呢個對比嘅。呢個程序係為防止有人冒簽名頂替啦，確保每個街坊嘅投票權都受到法律嘅保障啊。而第二啦，就係處理失聯單位嘅遺產進度啊。經歷大火之後呢，目前屋苑仍有超過350個單位未能取得聯絡嘅。而火災中有部分街坊不幸離世啦，相關嘅單位業權正由家庭成員進行遺產嘅承辦嘅。合安目前正積極尋求一戶一社工等地區支援，全力跟進遺產嘅進度啊。如果未搞清楚邊個先係合法繼承人就草率開會呢，根本就對死者同埋家屬嘅合法業主極大嘅不尊重啊！而第三啦，就係積極物色巨型嘅場地啊！根據聯署業主自己提出嘅具體要求啦，大會需要物色一個能容納至少1000人啦，而且喺星期6日或持續6個小時嘅大型場地啊！而喺香港要符合呢啲苛刻嘅條件嘅地方呢，本來需要時間協調同埋預約嘅。另一方面啦，我又想同大家講下，香港市民出售個人物業呢，向來都係個人嘅決定嚟嘅，絕對同業主大會係無關。無論我哋喺香港法律定係私人產權嘅角度去睇啦，業主大會嘅法定權力呢，從來都係只係關於屋苑嘅公共地方同埋日常事務啊。任何一個個別單位嘅業主呢，想幾時賣樓，賣俾邊個，以咩價錢成交呢，完全係業主自己嘅個人自由。業主大會呢，根本冇任何法律嘅效力去處理或者係限制個別嘅單位嘅業權收購或者轉讓。香港市民幾時聽過一個人賣自己層樓要先徵詢業主大會，得到全體街坊通過先可以賣㗎？但係啦，最近又有個別偏頗嘅傳媒不斷高調訪問部分嘅業主，意圖製造一種要唔召開業主大會就無法作出係未出售呢個業權嘅決定嘅錯誤輿論。佢哋喺報道入邊刻意放大啦，甚至無限擴大所謂原址重建嘅聲音。好似話全個屋苑必須捆綁一齊去同政府或者係發展商談判，先至係唯一嘅出路啊！呢種做法背後嘅動機呢，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啦，係想企圖本應理性討論嘅業主大會，徹底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嘅平台，同埋集體批鬥場啊！呢班有心人呢，利用輿論喺屋苑內部製造強烈嘅同擠壓力，佢哋透過道德綁架啦，將原址重建包裝成為唯一正義嘅選擇。進而令到一班受火災飽受嘅煎熬啦、資產受損啦、想盡快套現、重新開始生活嘅普通街坊，因為害怕被貼上叛徒或者係自私嘅標籤，喺巨大壓力之下被逼噤聲啊！
唔敢表達自己真正想賣樓嘅真正意願啊，而根本就係赤裸裸嘅集體霸凌同埋政治騎劫咯。千幾戶人啊，每個人嘅家庭狀況啦、財政能力同埋長遠嘅人生規劃咧，都完全唔同嘅。要憑咩嘢一小撮人嘅政治理念去剝奪其他街坊重新過新生活嘅權利呢？咁啊，支持一個穩定啦、有能力、實事求是嘅實務派管理層，回歸呢個法治同埋產權法理，先至係對雲福苑全體街坊最實際、最有利嘅保障咯。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